歡迎使用商業稅務網站 BTP。影片將引導你完成管理服務代理人的流程，例如如何查看、新增和移除服務代理人，以及更新服務代理人資料和指定服務。服務代理人是指在商業稅務網站下被委任的稅務代表、公司秘書或服務提供者。只有公司的 BTP 賬戶管理員可以委任服務代理人代表公司，使用稅務代表網站 TRP 的服務。首先，請輸入你的用戶名稱和通行密碼，或透過智方便登入。現在，我們透過智方便登入，使用你手機內的智方便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即可以登入智方便。登入成功。登入商業稅務網站後，你將看到已委任你為其 BTP 賬戶管理員或 BTP 授權用戶的 BTP 公司。如果你只為一家 BTP 公司服務，你將不會看到此頁面，並直接進入至該 BTP 公司的網上服務選單。請從清單中點選這次要處理的 BTP 公司。你亦可以商業登記號碼或公司名稱搜尋該 BTP 公司。由於只有 BTP 賬戶管理員有權使用管理服務代理人功能，因此請從列表選取已委任你為其 BTP 賬戶管理員的 BTP 公司，以進入該功能。然後於網上服務選單中選擇管理 BTP 公司賬戶，然後於子選單中選擇管理服務代理人。之後你將看到有關 BTP 公司的服務代理人名單。點擊特定服務代理人記錄以查看指定代理人的詳細資料以及公司為該代理人指定的服務。若要新增服務代理人，請按新增服務代理人。若要切換到不同的公司以管理其服務代理人，點擊選擇 BTP 公司。查看指定代理人的詳細資料，點擊頁面上的特定服務代理人記錄。在此頁面中，你將看到 BTP 公司資料、服務代理人詳情及其身份和指定服務。如有需要，你可點擊修改以更改服務代理人、其身份及指定服務。你亦可以點擊移除以刪除該服務代理人記錄。現在，我們點擊修改。若要變更為另一間服務代理人，輸入新的商業登記號碼 BRN 及分行號碼。分行號碼可選填，然後點擊搜尋，系統將從本局記錄中檢索與輸入的商業登記號碼及分行號碼相對應的公司名稱，並顯示在熒幕上。如果顯示的公司名稱不正確，請檢查輸入的商業登記號碼及分行號碼是否正確。對服務代理人所做的任何更新，都將取代現有記錄。在身份與指定服務這部分，如果勾選相關方格，則使用該網上服務的權限以指派給該服務代理人，而該服務代理人已被授權代表該 BTP 公司處理該服務事宜。你可以取消勾選方格以移除已授權的服務。你可以輸入與服務事宜相關的參考編號，如果現在有的話。請注意，公司秘書的部分僅在法團個案下出現。對於非法團的 BTP 公司，你將不會在此節看到公司秘書的部分。輸入最新資料如參考編號後，點擊確認以確認更改。已更新服務代理人資料，點擊繼續查看最新紀錄。現在，我們示範如何移除服務代理人。點擊移除。如需移除服務代理人，請點擊是進入下一步。否則，請點擊否。當服務代理人被移除，所有相關的服務事宜都會被刪除。在這情況下，稅務代表、利得稅事宜及服務提供者填寫利得稅報稅表都會被刪除。如你只想移除其中一項服務事宜，請使用修改功能，以移除服務代理人。點擊繼續查看最新紀錄。現在，我們示範如何新增服務代理人。點擊新增服務代理人。若要新增服務代理人，流程與先前提到的修改服務代理人資料的過程大致相同，
包括輸入商業登記號碼及分行號碼，以及勾選方塊以指定該服務代理人的身份及服務範圍。請注意，此委任將取代所選服務的任何現有委任。輸入最新資料後，點擊確認進入下一步。完成更新流程後，頁面會顯示確認書。如果你想列印確認書，請點選列印。如果你想儲存確認書，請按保存。你亦可以按繼續以查看最新的服務代理人記錄。點擊選擇 BTP 公司，可切換到不同的公司以管理其服務代理人。點擊選擇 BTP 公司後，你將被轉往 BTP 公司清單，以選擇另一間 BTP 公司。點擊繼續以切換到該公司。